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大家准时收看福喜来的节目，我是做一群阿群妹。大家就底下好呀，Q 六的正月20号是我们的什么天传日，冇错咩？係呢嘅也係微微聽講係呢嘅全國客家日，大家就底下呀天傳日日啦，我樣樣愛來補甜，錯冇？韓國愛食乜嘅？愛食好食嘅甜品。古時呢，佢們愛食嘅乜嘅？佢們愛食嘅一隻兒童劇台，而家有隻天傳日嘅由來啊，講出做乜嘅人我樣樣愛補甜。韓國有劇團的名誒，當神奇哦，佢按到偶劇團，我不是口疾哦，我是真的說出有隻劇團的名誒，佢按到偶，所以有隻偶劇團，做乜嘅愛按到偶。韓國家嘅天傳日有很用嘅來呈現啦，你家來分享給你嘅來賓，歡迎偶劇團的團長孫團長，你好。好，各位觀眾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偶劇團團長孫承傑。好，分享團長，接下來是我們的演員宗憲，歡迎宗憲，你好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宗憲，大家好。都用心哦，有練一下客家話，對不對？對，很特別，是我剛剛跟觀眾朋友講，這個劇團的名稱叫做偶，對，很有趣。為什麼會叫偶劇團呢？對啊，每個人第一次聽到都會覺得團長是不是口疾，對不對？偶一直講不清楚，就跟那個我是范瑋琪是一樣的意思。對。那事實上呢，我們是一個專門從事用偶來做表演的團體。好，那當初在想這個劇團團名的時候，就在想到底要怎麼樣表達我們的精神。那後來我們就想想看，就是說，我成立這個團到底想要做些什麼事情？那後來發現，我想說演偶戲給兒童看，對，那演偶戲給成人看，有一些在國外有很多這個偶戲是 for 大人的 adult 這樣子，哎，對。那第三個呢，就是說，其實國際上有非常多有關於這個偶戲界的大師。那很希望就是做所謂國際的交流，邀請他們來台灣傳授他們的知識啦、經驗等等，所以就是說所謂做這個國際交流的部分。那我把它寫出來之後，你就發現我要做偶戲的給小孩，偶戲給成人，偶戲的交流這樣。對，所以我們就取前面3個字，就是，所以都是偶。對，就變成偶這樣子。哇，所以剛才從團長跟大家說明為什麼取名偶的過程當中，那我們也理解到，其實偶劇團就是在做偶戲，不僅僅是讓孩子們看，也是讓大人看。對不對？那其實我覺得做偶戲是一件很酷的事情，因為你知道演員，你知道每個演員他們都有非常多的背景，他們都有非常多經過非常長的時間來學習他們的一些技能，但是要透過偶來演出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哎，你知道透過自己演出就已經要發揮很多了，但是又還要透過偶，對不對？對，這是不容易的。是的，對我們來講的話，其實要想成為一個超偶的演員，他必須要先是一個很會演戲的人，也就是說他會對戲劇有概念，有畫面，但是他必須要用偶把自己包起來。對，然後他透過他的操作來讓偶呈現他腦筋想的東西。對，所以他還是在經過另外用工具嘛，對，來轉換這個東西。對，所以他變得非常的，所以他反而就是也沒有比一般的演員靠自己演的演員還要輕鬆，對不對？可能觀眾朋友對，可能觀眾朋友會想說啊，就是躲在偶後面而已啊，我又不用自己演，那是偶在演，不是我在演啊。其實操偶師也是很不簡單，很不容易的，所以他們必須要經過前期的訓練。對，所以劇團大概成立多久的時間？是從什麼時候成立的？我們是從2000年開始成立的，但是我個人做有關於兒童戲劇的部分，到今年來講已經是第31年了，哇，所以是非常久的時間，對，經驗豐富，對，而且很特別的是，經驗豐富的孫團長呢 ，V&D 客家打造出一個這個天傳日的一隻兒童劇，告訴大家，生了呀天傳日很用的來，到底為什麼女媧娘娘要補天？這是一個跟客家天傳日相關的一個兒童劇，它的名稱叫做什麼？聽說從2011年
演到今年，是演这么久，这个剧名到底叫什么啊？叫《五色石的秘密》。五色石的秘密，对，五色石的秘密，你看演的暗宠的时间，从2011就演到今年，曾经去过非常非常多的地方去巡回演出，对不对？对，除了国小之外哈，因为像新北市，它其实有一个客家儿童剧的校园巡回。对，那我们曾经就是执行这个案子，所以到新北市的39个区、39所小学去做所有的这个巡回演出。哇！那除此之外呢，就很多客家活动中心哈，对，客家的这个中心，每年天穿日都是得过一下的。对，所以我们到了比方说三峡的客家园区，或是屏东六堆、新竹啦等等。这些地方我们都曾经去表演过。对，我觉得很有趣的是，非常非常多，不管是地方团体、小至地方团体、大至专业的剧团，其实大家都非常喜欢把这个很有趣的女娲补天这个桥段拿来演出。那我觉得，不管大大小小的演出，它都会有不一样的演出方式，跟对于观众来讲，他们都会吸收到不一样的经验，对不对？对，所以这一次虽然已经从2011年走到也哈今年2017年了，不过各位观众朋友，假使你头发有看过，还想要再回味一下，或者是说观众朋友，你真的是动作太慢都还没有看过的，今年很开心又要来演出了，对不对？所以跟大家分享一下今年的演出的时间，还有在哪里演出。是今年我们在3月份，3月24、25、26，我们会在台北的文山剧场，就是那个景美出口，对，捷运站1号出口。的旁边那里，很近，对，就会演出这个五色石的秘密。哇，所以如果观众朋友要购票的话，他应该怎么去购票呢？我想可以上网路那个两厅院的售票系统，对，你就找亲子类，那或者你就直接输入五色石的秘密。五色石的秘密，好，各位观众朋友，假使讲想要来看，不想错过今年的五色石的秘密啊，冯养台港上两厅院的网站去搜寻亲子类，或者是色沙给比咩。这个五色石的秘密，对不对？或者是打到剧团来，或者是打到剧团来也可以，对不对？剧团很好记，大家应该都不会忘记哈。好，对，前面有讲到，其实团长很特别的做了一个客家的戏剧儿童剧，但是。你自己不是客家人呢，我很好奇，因为一般人可能不是我们自己族群的东西，当然比较不容易感同身受。你是怎么搜寻到这个女娲补天跟天穿日跟客家的主题，然后来做结合，想要碰撞出这样子的一个我想就是说，那时候也是过年期间吧，就看到客委会的广告。对，他在电视上不是播出有关于这个全国客家日，对，它叫天穿日。那时候就是接收到这样的资讯，其实对我来讲就觉得很好奇，因为对我们非客家族群第一次听到天穿日，对，就觉得很好奇，说这是什么东西，对不对？那当然就马上上网 Google 查了一下，才发现他是在讲女娲补天的故事。对，然后我会觉得，其实神话这个东西对我们来讲其实很重要。我的意思是说，我们的小孩他们不断的接触到很多西方的童话故事啦，或神话故事，对。可是一个属于我们自己的文化、自己祖先的故事，对不对？甚至于它影响到我们的生活。比方说天穿日，我就知道说我们会有放假，对不对？对，那一天的话就是所谓的休息的时候，没错，对不对？它影响到现在的生活，那它的由来到底是如何？所以我会觉得说，介绍我们自己的文化这件事情其实是非常重要的。那我会觉得以现在小朋友来讲，他们很少吸收这样的资讯，我觉得是一件非常可惜的事情。对，所以就想到说，那我们就是可以借由这样的机会，来跟小朋友讲这样子的故事，让他们了解自己的文化，自己到底是怎么样来的，甚至于它跟生活领域相关性是如何的。所以我们就制作了这出戏。对，因为你就一起生长在台湾亚在土地，可能你可以 follow 你是闽南人，或者是你是其他族群，你是原住民，是其他族群，你可能不知道为什么客家人这一天要放假，对不对？那我们透过这样子的偶剧的方式形式来演出，告诉大家为什么你天传音而不用聊。听说孙团长也是因为这样，然后会去外面搜寻，就哪些人是客家人，那雷达突然间变得很敏感，对不对？对，因为像前一阵子对，就是开车经过，因为我们住家附近那边有一家面店嘛，对，那平常也不晓得，对，那一天经过就发现，他关门休息，对，
然后我们很看到在门口贴了一张很大大的红色的纸，这样子，所以我们很好奇看什么，就发现他就写着今日天穿日，对啊，今日休息。好可爱哦！因为其实啊，你汉语呢，就是我们就是有一句话说，有周某周料都填船沟，就是你不管有做的多辛苦还是做的轻松，你都要放假放到天穿过，有穿某穿总会撩天穿，不管你有没有赚钱，你就是一定要天穿日一定要放假，一定要休息。说实在，客家也是蛮幸福的啦，对不对？我们可以多放一个天穿日，但是可能随着就是时代越来越进步啊，大家可能没有办法真的可以撩天穿，但是你要当老板的就可以了，早餐店还是面店的老板就可以去咖来撩天穿。对，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。对，所以其实偶剧啊，要演出这个天穿日，你知道这个其实我觉得场面很大，因为它毕竟是一个神话的故事。对，那我想这个应该需要动员非常多的人力吧？是的，这一出剧大概总共动员了多少人力 ？OK， 我们总共演出的人是3个人。3人，对，3个人演出天穿日，我光是角色念一念就超过了女娲、水神、火神就已经3个了，更何况你是演一整个系列的，像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些角色，对啊，你要怎么靠3个人来演出？这是一件我觉得让我很不解的一件事情。秀唔见，各位观众朋友，这就是偶剧神奇的地方呀！就嘿，我们要请孙团长今天来替大家解密的，先休息一下，等下再过来同大家分享。好，歡迎大家又到福喜來嘅節目，我係綜藝群阿群妹。今日嘅節目裡都愛同大家紹介係偶劇團，要拜又愛再過來演出這個天穿日，它今年呢天穿日有來這個兒童劇哦，它叫做五色石的秘密。色嘅秘密，今年就又愛來做演出，歡迎大家上兩廳院的網站去搜尋五色石的秘密，或者是在親子劇場的部分來搜尋這個劇，然後就可以來購票，在我們的台北景美那邊的文山親子劇場來演出，對不對？是。對，那剛剛有提到說，偶劇感覺應該是要動員非常多的人來演這麼大的一個場面，不過其實槍閃閃演聽聽，只有3個人。是一個非常精簡的演出，但是也很難令人想象3個人要怎麼完成一出兒童劇，而且兒童劇感覺應該是要很多人來帶動孩子們吶，3個人到底要怎麼來演出啊？對，我想這個就是偶劇的特色哈，因為對我們來講，就是說故事裡面應該是說角色很多，對不對？像您剛剛提到的很多神啦，對不對？對，那個是屬於角色。那角色我們不一定要用演員真人來演，我們其實可以透過偶來做表現，那這樣的話就變成說演員他其實是操作這些偶的人，等於說他一個人其實就可以操作非常多的角色，而不是說我們在舞台上有非常多的人這樣子，哎，原來是這樣，是有技巧，是有秘密的，所以其實剛剛團長說得很清楚，我相信很多觀眾朋友還是聽得很模糊，那我們直接就請宗憲來示範一下好了。宗憲手上的這個角色是，這是我朋友，他叫做火神，好像長得有一點像哈，好福氣啊，好，那我們現在就來請宗憲來示範一下火神要怎麼來演出。好，我是火神祝融，所有的火都是由我来掌管的。哇，好可愛哦！所以是，你直接用你的人也會呈現在舞台上，然後偶在你的手上，你就是這樣子來做一個演出，然後用聲音的表情，而且我覺得觀眾朋友不僅是看得到，你知道那個偶的動作，其實宗憲的聲音表情也很重要，哎。對不對？你自己的聲音跟你的表情，你比如說火神好了，你賦予他一個什麼樣的感覺？就是在這個故事裡面啊，因為他們之後會打，他們會打架，就是水神跟火神會吵架，所以第一時間我就直接賦予他就是一個非常的急促，非常暴躁，對，所以就是在聲音的那個尋找上面，就是往這個方向去着手，然後就很自然的，對。
就会这样子就出现了让它有这样子的形式。所以刚刚团长有说，操偶师必须自己要是一个非常专业的演员。对，就是说他已经对所谓的角色的掌控已经很清楚了，之后再利用他手上这个偶来把它传达出来。没错，对其实啊，刚刚看了宗宪表演。其实呢，团长自己也是担任操偶师，有非常非常久的操偶经验。是。对，那团长大概是从什么时候就开始操偶了？哦，在30年前吧，对。哇塞！因为当年是这样，就是说，我们做儿童剧哈，在31年前的时候，对，那时候我们强调所谓叫专业的儿童剧团，那时候是国内第一个儿童剧团，它叫魔奇儿童剧团。当然现在已经不在了。那所以他强调专业，就是说舞台上的演出都是成人、大人专业的演员来演戏给儿童看。因为在那个之前有非常多的，比方说小朋友上台演出给小朋友看啦等等啊，所以在那个是一个分界点，就是说那时候开始用专业的演员。那在儿童剧里面一定会有所谓儿童的角色，对，也就是说那个小朋友他可以去认同这个角色，对不对？所以这个儿童角色非常重要。对，那专业的演员就变成说你要大人去演小孩。他其实演起来，对你就会觉得很尴尬啦，或者是说我们在舞台上看到那个比例不太对啊，对不对？比方说小孩他就是跟父母一样高，对不对？哎之类的，对，就是会有一些这样子的问题。那我们后来就参考了一些欧美国家他们是怎么做，后来发现其实他们是运用了非常多关于戏偶的部分，在这个表演里面。对，也就是说他用偶来替代这个小孩的角色。那一方面它有非常多的好处啦，那比方说在造型上面，我们就可以做很多的变化，而且很可爱。对，比方说如果我们今天要讲的是一个很胖、胖的小孩，有这个肥胖问题的话，那我们要去找一个很胖的演员，真的不好找，对不对？那可是我们用偶来替代的话，没有开玩笑的，不要说出来，把秘密说出来。对，那如果我们是用偶来做的话，其实就非常容易。我可以把这个小孩做得跟雪人一样，对不对？圆圆的。那再来就是说，用偶来操作哈，他的表演的那个形式上面，或者是说他意境上面，其实就可以更传达出来。比方我们常常讲，就是说高兴的好像要飞起来，那你要怎么样呈现好像要飞起来？用人可能很难飞，对不对？没有办法。你要吊钢丝啦什么的，对。可是用偶的话，我们就可以把这种情境，因为它很容易就可以漂浮在空中。也就是说，我们在情境的塑造上面的话，其实它就会变得非常容易，而且可以做很多的这种变化，所以变成说偶戏在国外其实运用的很广。对，而且有很多种不一样偶的形式，有就是全身穿起来的，脸都遮住的那一种，对，然后也有小的，对，小的那种傀儡式的操偶的，光影啦等等，对，所以它种类很多。那在30年前，国内比较缺乏这样的资讯，也没有人教。因为那时候国内大概就是布袋戏、皮影戏等等这些东西，传统的偶戏。所以那时候我们自己的做法就是，从国外的一些演出的资讯、剧照啦，或是演出的影像啦，去学习、去揣摩，去研究它到底是怎么做的。对，然后自己摸索，自己跟自己学习这样子。那学习到了10年左右，你就会发现你会的东西大概就用光了。那很多偶的内部构造啦，这些你会发现你不懂还是不懂，对。所以后来的话，就到欧洲啦，到美国去学习有关于这个现代偶戏的东西。哇！那回来才成立偶剧团。对，因为我觉得其实在国外，他们的儿童剧真的发展的比较完善。而且我之前听过一个儿童剧的导演，他说，其实儿童剧它是连整个剧场都应该为儿童量身打造的。对，没错。因为小孩比方说他的座椅的高度，如果用大人的座椅的话，有时候小朋友个子比较小嘛，他坐下去的话，他其实是看不到前面的。所以我们看到很多国外的剧场，他那个椅子，比方说他设计是折叠的。哦。小朋友坐的话，一方面他的椅子的深度就会变窄，一方面也垫高了。对，他的那个椅子就变成是多功能的。那当然，现在国内的剧场、儿童剧场的话，也往这个方向走。我们可能设计那样的椅子比较不方便，可是我们在现场可以发那个垫子，对，先让他们垫在上面，对，他们垫了，其实他就可以坐高一点了，他就比较适合欣赏。
所以就变成说它的软体跟硬体其实是互相搭配的。没错，所以其实儿童剧它真的是一个独立的、专业的一种剧种，非常非常的不容易。而且其实我有听说啊，演偶剧真的很辛苦。其实我们东东影帝 Andy Lusun 啊，园游会都会看到一些可能戴着头套的，是那个可能就是工读生就可以戴着头套，但是其实如果是要在舞台上唱唱跳跳的那种就要专业的操偶师，对不对？对，对不对？像宗宪也可以跟大家讲一下，穿在偶里面有多痛苦，或者是你的动作必须要延伸到多大，大家才可以真的看到你的动作，因为那个偶手那么胖，都吃掉你的动作啦。当然，第一时间就有点像三温暖的那种感觉，在偶里面有一种瘦身的效果。没有啦，其实就是就像你刚刚提到的，就是可能很多工读生去穿这些偶，那我觉得那可能就是活动需要，握手这样，对，活动需要会有一些戏感，然后跟小朋友接触，感觉好像比较亲切、比较亲近。但是如果真是在舞台上面在演出的时候，我们的动作基本上要放大很多很多倍。对，然后因为又要看各个剧团的需求，有的时候会在偶里面讲话，有的时候会配合录音，或者是说会有现场的声音演员来帮你做配合，会有各式各样的不一样的需求或状况。所以当你在台上的时候，你必须要随时的具备空间感，然后还有随时放大自己，让自己知道自己身体该到什么位置。因为你可能看得到的那个洞，你可以看得外面的跟外面连接的洞很小，所以我们就会花很多时间在前期的排练。那我觉得演员可能会要比较具备的一个概念是，你在排练的过程当中，你随时前面好像要有一个镜子一样，对，无形的镜子。所以当你不管在做手操作的，或者是说身体穿着的，你好像随时就连你闭眼，然后你就会有一个在检视自己，你手高度到了没，脚高度到了没，或是说头的姿态，或是头的角度，眼睛。因为偶毕竟对他的眼睛就是往那个方向，你必须要朝那个角度，要怎么样达到那个，所以你必须在第一时间就是对，就是好像有一面镜子，你在照自己，然后控制着自己要去怎么样去动作，对，这个就是偶剧有趣的地方，就是对我自己而言。所以这绝对是经过无数次的练习，这样有按哪省够，连那个角色，连他们手上的偶的视线、目主外看那一片，他们都注意得很好。因为小朋友很重要的是他喜欢交流，尤其是视线上的交流，这个偶会让他觉得，视线上对到我觉得好亲切哦。所以其实操偶师真的不是这么简单，五色石的秘密也不只是这么简单，我们还有很多非常我觉得很精致跟很特别的地方，我同大家来小嘅韩文講到先休息一下，等下再有同大家講哦。好，歡迎大家又轉到福起來嘅節目，我係總一群阿群妹。好，你剛才談到吼，這個孫團長佢操偶30年這個專業的經驗，同大家來分享，到底這個操偶啊，難是難在什麼地方，有趣又是有趣到什麼地方？而且這一次就是又要把這個五色石的秘密來跟大家來呈現哦。鼓手牙他就會來問一下孫團長了，這個我們旁邊的這個背板啊，它其實就是到時候演出的一個背板。对，這個是演出的一部分了。哦，對，這個是因為我們五色石的秘密，我們要講女媧補天的故事，可是我們要從頭開始講。哦，對，我們總不可能一開始就講，對，甚至女媧哪來的，對不對哈？對，所以其實我們就把上古的神話哈，我們講說所謂的從盤古開天闢地開始講，天地怎麼來，人類怎麼來，所以女媧造人的故事。那發生了什麼事情呢？有所謂的夸父追日這樣子的故事，然後呢，人類不斷的成長之後，對不對？然後住在河水邊啊，哈，等等，然後就有所謂的水神跟火神這樣子的角色，所以這個是我們的水神共工，火神祝融，哈，對。那之後呢，水神跟火神當然了，他們受人類的這個奉祀這樣子，
那他们也在争执谁比较重要。两个都很重要，但是他们一定要争上下就对了。所以水神跟火神打架嘛，所以他们打架的时候把不周山给所谓的撞断啊，天柱撞断了，所以天就塌下来了。也就是这个时候，女娲才出来，收集所谓5种颜色的石头，5色石，对，然后炼着这个石头，然后来补天等等，所以才会有所谓的天穿日这样子的习俗的由来。所以我们就是从盘古开天一直讲到所谓的女娲补天，所以有5个场次的演出。对，有5个故事在里面。那当初在构想这出戏的时候，就想到，我们常常看到一些神话故事，除了变成口述之外，其实我们也可以常常在一些壁画啦，对不对？上面可以看得到。对，所以我们就想说，那我们就从这个部分开始讲。要用这样子的方式来作为我们创作的一个基础，这样，所以我们做了很多这样的背板，就是说你可以看到它好像是一个壁画一样，所以舞台上就是有很多，对，有这样子一片一片的，每一片就是一个故事。那这样子是半浮雕的方式，那在舞台上不管色彩啦，或是线条等等，灯光打下去，其实因为它是半浮雕就很漂亮。对。那说着说着呢，我们可以除了讲这个故事，因为它是不会动的。所以我们说到一半的时候，我们甚至就可以把这个偶这样子拔下来，直接就是对，直接变成说故事里面的人从壁画里面走出来，演出给大家看，这样子。好酷哦！对，所以这是我们创作的一个发想的过程哈。为什么要用这样子的方式来做？对，这样听起来它是有一点会有一个说书人的角色的概念，对不对？就是对，他就用一个说书人来把这5个故事给串起来，看着壁画说故事。对，然后边说他就边拿下来，就可以边演出这样子。这就是舞台跟我觉得跟电视的电影或者是戏剧不一样的地方。对，它多了很多的想象，对，然后这个空间可以不断的变化。戏剧里面，在电视的电视剧里面，我们透过转场，透过剪接，我们把这样子的效果营造出来。是，但是你们是在舞台上，对，直接完全不 NG 不剪接，就做出这一些的动作，哎。对，所以这就是有趣，就是有趣在我们说舞台它是一个充满想象的地方。我们在这个空间里面制造了非常多的效果，对不对？激发小朋友的想象力啦、创造力啦等等。对，所以其实宗宪这一次演出，不仅仅是这个火神祝融的角色，其实还有另外一个角色，对不对？对。对，这个夸父听说可以让你减肥，对不对？因为夸父要追日，要一直跑，一直跑，一直跑，一直跑。这个夸父又是怎么样的一个性格呢？其实夸父追日这个故事大家也都知道，也耳熟能详。那其实我们整个在这个在过程当中，它变得比较童趣一点，不会拉那么硬的，就是直接就是所谓的传统故事的就是纯粹就只是追太阳，为了一个理由去追太阳。然后我们把它变得很童趣一点，就是可能我们来玩个游戏，然后那既然我们如此。那就我来追你，你不要跑哦。对，然后就开始追，然后突然间，金乌觉得你太慢了，好，然后于是又在做调度啊或转换啊，里面有一些很调皮类的东西在里面玩。对，所以就是在性格部分的话呢，就是因为有童趣的部分，所以我们不会特别的，就是很用力，就是好像每个好像运动健将一样。对，就是它会变成比较可爱的一种模式。对，然后再以调皮玩闹的个性进去，然后就会变成像你自己在扮演的是，我在扮演的时候是，我突然间忘记了，好紧张哦。好，就是可爱的夸父。对，简单讲就是可爱夸父。然后那个状况是，不，我突然间脑筋一片空白。你现在是怎样？就是一个断片的概念，就对了。没有啦，就是在整个过程当中，它是充满着欢乐的啦。对，没错，因为这是儿童剧很重要的元素。对啊，在跑的过程当中，就是小朋友就还会跟你喊加油，搞得像在路跑比赛一样。对啊，我觉得儿童剧欢乐真的很重要，而且小朋友一定都非常非常喜欢这种神怪啊、神话故事类的，因为其实对，团长您说，就是说夸父这一段他们不是在舞台上表演而已，他们很多时候其实是追到观众席里面去，直接可以做互动，对不对？对，就是说，我们把这个空间延伸到观众席，甚至让小朋友共同来参与。
对，这样子的一个故事。对，就像你们演出了这么多场，而且因为这种舞台剧的直接面对面观众演出的形式，其实每一次都是不一样的，每一次的呈现都不同，小朋友的反应也不一样。今天来的是文静的小朋友，还是活泼的小朋友，呈现出来的感觉，那个欢乐的程度都不一样。没错。那这么多场次来讲，要怎么样才可以拉近跟小朋友距离？有遇到那种很冷漠的孩子吗？基本上就是说，我们在做戏的时候，小朋友会有什么样的反应，其实基本上我们都会考虑进去，因为除了把场子炒热之外，你也不能太热。对不对？不然等一下失控了。对，所以就变成说何时该用什么样的方式，或者说这个剧本里面哈，这台词里面有什么样的部分是可以让小朋友比较好玩的、逗趣的等等。这在一开始的时候，其实我们都有是经过设计。对，那甚至于这出戏，其实我们也很希望小朋友可以参与其中。也就是说，补天我们感觉不要只是女娲一个人的责任嘛，对不对？可以发大家吃甜板嘛？很希望啊。只想到吃的主持人。对，所以在这个节目设计的时候，其实我们一开始观众进场的时候，我们其实就会发给他们一些东西哈。对，可以参与戏剧的东西。对，因为比方这样子讲好了，因为女娲到时候补天，她需要收集5种颜色的石头嘛。对，5色石嘛，对不对啊？所以变成说观众进场的时候，其实我们就会准备5种不同颜色的球。其实是可以发给小朋友的。那小朋友当然拿到球，他不晓得这个要做什么，他就是看戏嘛。对。可是演到这个所谓我们要收集石头的时候，我们的演员他就会拿了东西到观众席里面去，请小朋友把这个石头放进来，等等。就是说这件事情让小朋友共同来参与，让他对这出戏他就比较会有这种感觉。对，有像看到一些照片，就是小朋友其实反应跟互动都非常的热烈，有没有？都站起来了，这应该是在外面巡演的时候。对，有时候对，因为这出戏的好处就是说，它除了在剧场里面之外，它其实在户外其实是可以表演的。对，就是它的机动性其实是比较高的。好棒哦，难怪可以演那么多次。因为除了它剧情非常有趣，互动性也非常高，而且故事也很值得跟大家分享。对，而且我觉得说，就是说，他不要只是演个1-2年，为什么？因为小孩不断的在长大，对不对？不但有新的小朋友，他其实也需要这个故事。没错，而且我觉得不同的年龄，你在看一样的东西，会有不一样的感受。对，这是我觉得小朋友成长过程千万不能忽视的一件事情。他3岁看、6岁看跟10岁看到的感受是不一样的。对，家长看也不一样。对，家长看也不一样，不要以为大人就没有什么变化，大人也是会不一样，会有不一样的心境的。对，那说到我们的偶剧，前面也有提到，它有非常多不一样的形式。那偶剧团除了这样子的形式之外，也有其他不一样的形式，可以请团长跟大家讲一下，大概演出的类别有哪几种的形式吗 ？OK， 偶的形式种类有非常多种啊，比方说用手操作的手偶，用棒子控制的棒偶，对，然后用光影，对不对？我们看皮影戏这一种光影戏，或者是用线来控制，我们讲提线傀儡，或是悬丝偶等等。那我们剧团呢，其实比较大的特色，我们在做的是物品剧场。物品剧场，对，它的英文叫 Object Theater， 但是我们直接翻过来。所以国内有人叫物品剧场，或者叫物件剧场啊。那它的意思是什么？就是我们直接用生活周遭我们所发现的这些物品，我们不经过加工，我们不要把它钻洞啊，不贴眼睛啦，这样子，通通都不要，就是让它保持物品的样子。什么意思啊？这就是一个杯子啊。对，杯子要怎么办？对，比方说杯子，我们就是看照它的外形，对，它的造型，然后看到它的一些功能，然后加入我们的想象。怎么样去表现，让它变成是故事里面的角色？我现在想象他是贝多芬，因为他失去了左耳。对 ，OK， 那如果这样子的话，对，那我们就看怎么样用我们的声音，跟怎么样用我们的操作。对，失去左耳的是梵谷，我在说什么啊？好丢脸哦。OK， 对，像你这样子想象，我们就可以来把它变成是这个人物，对不对？透过我们的操作，比方说我们放声音，有声音，它就变成这边听不到。他就必须转过来用这边听，他才懂，我们就会知道说，这个把手可能是代表的是耳朵，对，所以它就变成说，根据它的造型功能，我们再透过操作来让它变成故事里面的角色，来演出，这个是物品剧场。对，那物品剧场有2种，一种就是用物品，另外一种叫玩材质。材质？对，材质。材质，对，质料的质，对。
像我们有一出戏哈，那个也是我们在国际上面得到很多奖的，它叫做《只要和你在一起》。这个只要就是纸张的纸。所以它整出戏全部都是用纸张来做创作的发想，这样子，所以它全部都是用纸张来做表演。对，那这个就是所谓的我们说玩材质，纸张可以怎么玩这样子。对，我觉得偶剧团其实，虽然我接触儿童剧团不是很多，但是我觉得偶剧团它做出很多不一样的尝试，新的尝试跟新的挑战。鼓手啊，他给前番唔记得这一次的演出，再跟大家说一下，短短时间跟大家说一下这次的演出时间。是我们演出是3月24、25、26 3天，在台北的文山剧场。没错。那您可以直接就是在网络上两厅院售票系统上面购票就可以了。好，鼓手大家听众唔记得了，有限的时间去我们的文山剧场看这次五色石的秘密。那今天谢谢偶剧团孙团长来到节目现场，还有宗宪，谢谢谢谢大家。没什么观众朋友的时间休息一下，等下点点运通欣赏周运通。